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第4个星期一，12月22日。主题是女子中最蒙福的。我们预备聆听，点燃待降节花环上的4支彩色蜡烛。确信的女子多么有福啊！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路加福音1章39到45节。不久，玛利亚动身，急忙往山区去，到了犹大一个城，她进了撒迦利亚的家，向伊丽莎白请安。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，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。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呼喊：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，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。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，我怎么敢当呢？我一听见你问安的声音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，确信主传给他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！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宣称玛利亚是女子中最蒙福的。明天我们将读到玛利亚自己宣称万代将称她为有福的。你认为伊丽莎白为什么称她为有福的呢？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第一个告知她自己怀孕的人。玛利亚从北方的拿撒勒出发，去到南方犹太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城镇，因为在那个文化环境中的女性，特别是像玛利亚这样的单身少女，极少旅行，更绝不会独自出行。她竟然冒着危险去探望她的表姐，确实令人惊讶。这位怀孕的少女见到怀孕的年长女性，两个人的怀孕都是奇迹。是什么驱使玛利亚踏上这段旅程？玛利亚是否听过伊丽莎白的奇迹？她是否知道伊丽莎白会相信并支持她？令人惊讶的是，玛利亚无需向伊丽莎白讲述她的故事，
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就知道这一切，并且为此感到欣喜，甚至称她10几岁的表妹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亲。这是否就是为什么他宣称玛利亚多么有福啊？我好奇。我猜想，玛利亚起初并不觉得自己蒙福。她是个未婚先孕的少女，身处在一个谴责和排斥像她这样的女孩的文化当中。伊丽莎白欢迎她，并热情地肯定她。她知道玛利亚相信并信赖天使对她说的话。是不是伊丽莎白对玛利亚的信心，给了她勇气去接受自己的角色，并宣告万世万代都要称她为有福的呢？这个故事的哪些地方让你感到好奇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伊丽莎白，以及所有像她一样鼓励并肯定年轻女性的年长女性。我愿也能像她一样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相信上帝的话语的必定实现。